前嗰排有個朋友就同我講話，佢加班捱夜已經有一段時間，所以佢嗰段時間其實成個面色睇起身咧係蠟黃嘅，而且再加上佢本身脾胃唔好啦，同埋氣血不足，咁我當時就介紹咗個蘋果素顏水俾佢，佢而家飲咗一段時間之後翻嚟同我反饋話，成個人嘅面色都好咗好多，所以我今日就打算將呢一杯素顏水分享俾大家。首先將蘋果去核切塊。紅棗呢，稍微切開，記得去核喎，因為會比較燥嘅。枸杞用水稍微清洗乾淨，蘋果同埋紅棗全部放入去養生壺入邊，加入600毫升嘅清水，慢慢煮10到15分鐘。最後2分鐘嘅話，我哋將枸杞亦都一齊放埋落去。呢次我哋就用凍乾嘅麥紅玫瑰，因為佢嘅活血散瘀效果就會比其他嘅玫瑰花好好多。等溫度稍微降落嚟之後，最後放入玫瑰花，再浸幾分鐘，咁呢就可以更加好咁保留花青素。咁樣一壺蘋果素顏水就煮好啦。其實大家都睇到啦，成個過程做起身就好簡單，而且飲起身係蘋果嗰種好甜好潤嘅一個味道嚟嘅。咁但係呢度就有個小貼士俾大家，因為入邊係有玫瑰花比較活血，所以有啲朋友嚟大姨媽嘅話呢杯水其實可以暫停下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